我哋一齊通過摩西時代遵守逾越節嘅預言蹤跡，將耶穌初臨時直到即將進入天國之前發生嘅事件總結成3個階段嚟睇下。摩西最初係喺邊度遵守咗逾越節？喺埃及遵守嘅逾越節有咩特別意義呢？喺埃及將以色列百姓從罪嘅奴僕當中釋放出嚟嘅逾越節，呢個預言係點樣成就？係意味住耶穌將通過逾越節釋放我哋呢啲罪嘅奴僕。之後喺曠野遵守嘅逾越節又意味住乜嘢呢？呢個預言通過耶穌嘅門徒遵守嘅逾越節成就。出埃及嘅第2年之後，以色列百姓喺曠野40年期間，一次都冇再遵守逾越節嘅預言，係點樣成就嘅呢？係由公元325年開始，直到父親眼聖看上帝曉諭我哋逾越節嘅真理為止，大約1600年嘅漫長歲月當中，一次都冇遵守逾越節嘅歷史，成就咗呢個預言。最後，以色列百姓進入迦南地之前，喺吉甲遵守逾越節嘅預言會點樣成就？就係喺進入天國迦南之前，末後時代嘅百姓遵守逾越節，然後進入天國迦南嚟成就。請務必將呢3個階段銘記於心。